Hi， 我係堅叔，歡迎返到癌友茶記。入嚟坐低，斟杯茶先。今日堅叔同你慢慢傾。今日呢條片，堅叔想同大家用一條片整理清楚癌症治療入面最常聽到嘅幾個名：化療、電療、標靶治療、免疫治療。簡單講講呢幾樣究竟係咩嚟先？化療係用藥物經血液走全身，處理可能喺身體唔同位置嘅癌細胞。電療係用高能量射線集中處理一個指定位置。標靶治療係針對癌細胞某啲特定基因、受體或者蛋白弱點。免疫治療係幫身體免疫系統重新認出癌細胞，再作出攻擊。用茶記嘅講法俾大家有個概念：化療好似成間茶記大清潔，電療好似射燈照住指定一張台，標靶好似外賣要有正確地址先送到。免疫治療就似叫反身體，保安認人，唔好俾壞人扮熟客走入嚟。但最重要唔係邊種聽落最新，亦唔係邊種聽落最貴。癌症治療真正要睇嘅係癌症種類、期數、位置、有冇擴散、病理報告、分子檢測、身體狀態同治療目標。香港癌症資料統計中心2023年數據顯示，香港一年錄得37,953宗新癌症個案，即係平均每日104宗。男士有18,656宗，女士有19,297宗。肺癌、乳癌、大腸癌、前列腺癌、肝癌係香港最常見嘅癌症類別之一。唔同癌症嘅生長方式、擴散路線、治療策略都可以好唔同，所以同樣叫癌症，唔代表治療一樣。癌症治療其實唔係一張固定餐牌，比較似醫生要先睇清楚你張身體訂單，再決定用邊幾種方法組合。呢張訂單入面通常有幾份好重要嘅文件。第一份叫病理報告，呢份報告會講清楚癌細胞類型、分級，有時亦會寫低某啲受體或者標記。以乳癌做例子，醫生好多時會睇荷爾蒙受體、HER2 狀態。以肺癌做例子，就可能需要睇癌細胞類型同後續分子檢測。病理報告唔係普通文件，佢好多時係決定治療方向嘅地圖。第二份叫分期資料 ，NCI 解釋 TNM 系統會用 TNM 去描述癌症情況。T 代表原發腫瘤大小或侵犯程度， N 代表淋巴結有冇受影響， M 代表有冇遠端轉移。好多癌症再會將 TNM 組合成第0期至第4期，分期預清楚，治療目標就預清楚。第三份叫影像檢查，例如 CT、MRI、PET-CT、超聲波、骨掃描。呢啲檢查唔係照多啲安心啲咁簡單，而係幫醫生判斷腫瘤位置、大小同有冇擴散。有時手術做唔做得，電療照邊度，化療要唔要先做，都同影像結果有關。第四份叫分子檢測或者生物標記檢測，呢份文件近年越來越重要。因為標靶治療同部分免疫治療唔係單靠癌症個名決定，而係要睇癌細胞入面有冇某啲特質，例如非小細胞肺癌，常見會考慮 EGFR、ALK、ROS1 等驅動基因；乳癌會睇 HER2、ER、PR 等狀態。文獻亦指出，跟從指引做生物標記檢測，有助病人得到更符合指引嘅治療選擇。第五份係病人自己嘅體能狀態，醫生唔係只睇腫瘤，亦要睇人。ECOG Performance Status 係腫瘤科常用嘅體能評分，會描述病人能否自理、能否工作、能否落床活動。簡單講，同一種癌、同一期數，如果一個人日日行得走得，另一個人長期臥床，治療承受能力可以好唔同。所以癌症治療唔係單純問用唔用化療，真正嘅流程係先確定癌症係咩類型，去到邊，身體頂唔頂得住，再決定用邊種方法、幾時用、點樣配合。講到呢度，堅叔開始逐樣拆。第一，化療。化療係一種全身性藥物治療。Cancer Research UK 解釋，化療藥物可以經血液循環到全身，所以佢可以處理已經擴散或者肉眼暫時睇唔到但可能存在嘅癌細胞。化療嘅特色係夠廣，佢唔係淨係打一個位置，而係全身處理。所以有啲癌症會用化療去縮細腫瘤，有啲會喺手術後用化療減低復發風險，有啲會喺晚期癌症用化療控制病情，有啲會同電療一齊用，增加局部治療效果。化療副作用點解會出現？因為好多化療藥物會影響分裂得快嘅細胞。癌細胞通常分裂得快，但身體入面亦有正常細胞分裂得快，例如頭髮毛囊、
口腔黏膜、腸胃細胞、骨髓造血細胞。所以化療期間常見問題包括甩頭髮、口腔潰瘍、作嘔、肚瀉、便秘、白血球低、疲倦。但化療唔等於救色，亦唔等於冇得揀先用。好多癌症治療方案入面，化療仍然係標準治療一部分。堅叔會形容化療係茶記入面最辛苦嗰個夥計，周圍走、周圍做，未必最優雅，但好多時真係不可或缺。第二，電療即係放射治療。NCI 解釋，放射治療係用高劑量輻射殺死癌細胞或者縮細腫瘤。電療嘅特色係準，佢係局部治療，通常集中處理某一個範圍，例如乳癌手術後照乳房或胸壁，頭頸癌照腫瘤位置，前列腺癌照前列腺，骨轉移照痛楚位置。電療有時係根治目的，有時係手術後降低局部復發，有時係配合化療，有時係舒緩症狀，例如骨痛、腦轉移、水腫壓迫。電療副作用好多時跟住照射位置走，照頭頸可能會口乾、味覺改變、吞咽困難；照胸部可能會皮膚紅、疲倦、食道不適；照腹部或盆腔可能會肚瀉、膀胱刺激；照乳房皮膚可能似曬傷，亦可能有局部繃緊。一個常見嘅誤會係外照射電療之後，病人會帶住輻射返屋企。一般外照射電療完成後，病人本身唔會變成輻射源。但如果係內照射、近距離放射治療或者某啲放射性藥物治療，就要跟醫護指示。呢啲細節觀眾平時未必會自己查，但對減少恐懼好重要㗎。第三，標靶治療。標靶治療嘅核心係癌細胞要有靶。Canadian Cancer Society 解釋，標靶治療可以單獨使用，亦可以同化療、電療等其他治療一齊使用。標靶同化療最大分別唔係標靶一定溫和，而係佢嘅設計邏輯唔同。化療比較似廣泛處理分裂快嘅細胞，標靶就係針對癌細胞某啲特定信號、路徑、基因改變、受體或者蛋白。例如肺癌入面，如果發現 EGFR 突變，部分病人可能有 EGFR 標靶藥選擇；如果係拗期重排，可能有另一類標靶藥。乳癌如果 HER2 陽性，可能有抗 HER2 治療。大腸癌有時會睇 RAS、BRF 等指標去判斷某啲標靶治療啱唔啱。標靶治療令癌症進入一個更個人化嘅時代，同一個器官嘅癌症，因為分子特質唔同，治療可以完全唔同。所以現代癌症治療唔再只係問邊個器官生癌，仲要問呢個癌細胞入面有咩特質。標靶副作用同化療唔同，但唔代表冇副作用。常見可以包括皮疹、肚瀉、肝功能變化、血壓變化、手腳皮膚問題、口腔問題。所以標靶係藥，唔係保健品。食標靶要按醫囑，唔可以自己加減。癌細胞冇地址嘅話，藥再貴都未必啱。第四，免疫治療。免疫治療係近年癌症治療入面好多人關注嘅方向。NCI 解釋，免疫治療係幫助免疫系統對抗癌症。American Cancer Society 亦指出，免疫治療同傳統化療唔同，佢係利用身體免疫系統去殺死癌細胞或者限制癌細胞生長。身體免疫系統本身有能力分辨異常細胞，但癌細胞好識避開監察。有啲癌細胞會利用免疫檢查點，好似掛住一個牌，寫住自己人，唔好打我。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就係嘗試拆走呢個牌，等免疫系統重新認得癌細胞。但免疫治療唔係人人有效，醫生可能會睇 PDL1、MSI、TMB、癌種特性、過往治療、身體狀態，去判斷適唔適合。部分癌症免疫治療已經成為重要選擇，例如部分肺癌、黑色素瘤、腎癌、膀胱癌、頭頸癌等。但每個癌種用法、線數、組合都唔同。免疫治療副作用亦有一個特別地方，佢可以令免疫系統過度活躍，攻擊正常器官，所以有機會影響皮膚、腸、肺、肝、甲狀腺、腎上腺等。如果治療期間突然嚴重肚瀉、氣促、持續發燒、黃疸、嚴重疲倦、皮疹惡化，應該盡快通知醫護，唔好自己當普通感冒或者腸胃炎處理。去到片中間，堅叔想整合一個重點：癌症治療最核心嘅分法，其實係局部治療同全身治療。局部治療主要處理某個位置，手術同電療通常屬於局部治療，目標係切走或者照射特定腫瘤位置。全身治療係藥物經血液或者身體系統發揮作用。化療、標靶治療、免疫治療、荷爾蒙治療通常屬於全身治療，目標係處理可能喺全身不同位置嘅癌細胞。呢個分類好重要。
早期癌症可能以局部治療為主，例如手術加電療。如果有擴散風險，可能加全身治療。如果癌症已經轉移，全身治療通常變得更加重要。如果局部腫瘤引起痛楚、出血、壓迫，即使係晚期，電療或者手術仍然可能有舒緩角色。所以治療唔係單純一係化療，一係電療，好多時係組合。例如乳癌，可能先手術，再按病理報告決定化療、電療、荷爾蒙治療、抗 HER2 治療。肺癌可能先做分期、影像、病理、基因檢測，再決定手術、化療、電療、標靶、免疫或者組合治療。大腸癌可能涉及手術、化療，直腸癌又可能加電療。前列腺癌可能用手術、電療、荷爾蒙治療。有啲情況再加其他藥物，呢啲就係觀眾平時好少會自己睇嘅文件邏輯，唔係治療名決定治療，而係報告決定治療。另一個好重要但少人講嘅概念叫 MDT 多專科團隊會議。喺好多癌症中心，治療唔係一個醫生單打獨鬥決定，而係由外科、腫瘤科、放射治療科、病理科、影像科、護士、營養師甚至舒緩治療團隊一齊討論。因為癌症唔係只關一個器官，亦唔係只關一粒腫瘤，佢關乎治療成效、副作用、營養、生活質素、家庭照顧、病人意願。堅叔會咁講：癌症治療唔係一個師傅做晒成間茶記，係廚房、樓面、水吧、收銀、老闆一齊夾埋，間鋪先運作到呢度。堅叔幫大家用一個實際例子整合。假設一位肺癌病人確診，醫生第一步通常唔係即刻話做化療，而係要知道第一係小細胞肺癌定非小細胞肺癌，第二係早期、局部晚期定已經轉移，第三影像見到幾多位置，第四病理有冇足夠組織做分子檢測，第五有冇 EGFR、ALK、ROS 一等可用標靶嘅突變，第六 PDL1 等免疫治療相關指標點樣，第七病人體能狀態、肺功能、肝腎功能、其他長期病如何。呢幾項整合完，先會出現治療方案。有啲人可以手術，有啲人先同步化療、電療，有啲人用標靶，有啲人用免疫加化療，有啲人要先控制症狀，再安排後續。所以當一個癌友聽到自己治療同朋友唔同，唔代表醫生少做咗，好多時係因為你哋嘅報告根本唔同。同一個癌症名背後可以係完全唔同嘅生物特性。最後堅叔幫大家整理成一份覆診前備忘。第一，問清楚自己嘅癌症類型同期數，唔止問第幾期，仲要問有冇 TNM 資料，有冇淋巴，有冇轉移。第二，問清楚治療目的，係根治、控制、減低復發，定係舒緩症狀，目的唔同，療程同期望都唔同。第三，問清楚有冇需要分子檢測，尤其肺癌、乳癌、大腸癌、卵巢癌等，某啲情況下，分子或生物標記會直接影響治療選擇。第四，問清楚治療係局部定全身，手術、電療、化療、標靶、免疫，各自負責咩角色。第五，問清楚副作用監察，咩副作用可以等覆診講，咩情況要即刻打返醫院。第六，問清楚幾時評估成效，有啲治療要幾個週期先掃描，有啲要用血液指標，有啲要配合臨床症狀，唔好用自己感覺單方面判斷。第七，將所有保健品、中藥、補充劑列出嚟。癌症治療期間，任何入口嘅東西都可能影響肝、腎、代謝、凝血、免疫反應，或者藥物相互作用。醫生知道先可以幫你判斷。堅叔最後總結一次：化療係全身性，藥物治療特色係廣，電療係局部高能量射線治療，特色係準，標靶係針對癌細胞特定弱點，特色係要有靶，免疫治療係幫免疫系統對抗癌症，特色係靠身體免疫反應。癌症治療唔係一場鬥新、鬥貴、鬥人哋用咩嘅比賽，真正關鍵係報告、分期、分子、特指、身體狀態同治療目的。堅叔最想講嘅一句係：癌症治療唔係估，係靠文件、靠檢查、靠團隊，一步一步砌出嚟。如果今日你聽完，明白到點解同一種癌都可以有唔同治療，已經好重要。你唔需要一日變成腫瘤科醫生，你只需要知道手上嗰幾份報告，正正係你同醫生傾治療時最重要嘅地圖。想繼續用香港人方式聽癌症治療同飲食資訊，記得訂閱癌友茶記同埋 CLS Comment Like Subscribe。我係堅叔，下次見。